大家好啊，歡迎收睇贏馬強心針。今日係7月14號，嚟緊帶俾大家兩場7月15號啊跑馬地 C 跑道殺科日嘅精選貼士。咁啊睇貼士之前咧，睇下我哋上次俾嘅貼士嘅結果係點樣先啦。交俾你啊，強哥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咁我哋睇翻上次嘅貼士如何先啦。首先第一場精選係第二場，我哋貼11號、7號、3號、8號、12號。咁結果跑出嚟係7號、6號、11號、10號。咁我哋係有條位置 Q 跑第一、第三嘅。另外第二場精選係第9場，我哋係貼4號、1號、8號、3號、11號。咁結果跑出嚟係5號、1號、8號、3號。咁結果係跑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嘅，都係位置 Q。好啦，咁記得鍾意我哋嘅片咧，記得訂閱我哋，撳埋個鐘仔，咁樣咧有新片咧就會自動通知你嘅啦。咁同埋咧有好多觀眾都講咧，就話唔知道點解我哋會揀5隻馬嚟做貼士嘅。如果想我哋暑假唞暑期間出翻一兩條片，講我哋嘅投注策略點樣完全運用嗰5隻馬贏多啲嘅話咧，打個賞字喺留言區，打個賞字，好冇？多謝晒。第一場精選會係第3場4班1800米嘅。咁我哋睇下步速先啦。呢場放頭正式放頭嘅馬冇乜邊隻啦。咁可以跟前嘅會係暴風雷啦。另外勁步速擺阿黃寶嚟上去，應該都係想擺前啲跑啦。風起雲湧都可以跟前嘅。另外就係北海道啦。咁估計呢場步速會偏慢嘅，因為冇一隻正式嘅放頭馬啦。好，咁我哋揀馬。第一隻我哋會揀11號北海道。咁隻馬咧已經評分減到落嚟43分啦。減到過晒龍㗎啦！上季喺56分跑馬地贏1800米，今季跑過2次披就2次第四。今場放頭馬咧唔多，形勢佢應該好跑嘅，就算排10檔都好啦，應該最少可以 cut 到埋嚟2碟。咁第一隻揀咗佢先啦。第二隻要揀嘅馬係8號風起雲湧，呢隻係一隻泥草都可以跑嘅馬啦。咁跑1800米亦都相當準成。經常都喺前列翻嚟嘅。今次阿蘇慧賢換咗啱啱幫佢贏馬嘅奧爾文，今場估計佢都可以跟前手比較好位跑嘅，咁要揀埋啦。第三隻要揀嘅馬係2號領航天子，今季仲未出頭㗎，但就場場都跑得好接近。依家減分減到56分，又翻返去贏馬嘅水平。今季未交代嘅馬一定會跑俾你睇，呢隻馬一定要拖住啊！第四隻要揀嘅馬係1號香港神區，呢隻馬好奇怪㗎，歷史咧3次贏馬咧都係跑馬地1800米嘅，咁好明顯咧佢跑1800就好過1650嘅。咁今場繼續用贏馬嘅拍檔艾杜拿啦，仲係喺4班跑，咁應該有一定嘅班嚟嘅，拖住佢啦。最後一隻要10號嘅嘉樂寶區。上場喺5班夢幻形勢下咧，輕鬆咁贏2個馬位翻嚟啦。今次升翻上4班跑，趁住隻馬依家仲鋭。今次最奇怪嘅就係換咗莫雷拉上去啦。咁但係其實方家柏有馬出過呢場，就為咗黃志宏去跑啦。咁莫雷拉唔騎方家柏嘅馬走去騎佢，咁信莫雷拉嘅話，呢隻都要拖住佢啦。好，我哋重複一次，第3場要揀嘅馬係11號北海道、8號風起雲湧、2號領航天子、1號香港神區同埋10號嘅嘉樂寶區。第2場精選賽事係第5場4班1200米。咁我哋睇下步速先啦。呢場會放頭嘅馬，威利非凡啦。咁凝聚美麗跑1000都可以跟到前，咁所以都係會前置啦。咁喺11檔外檔嘅快樂神區，預計佢會 cut 埋嚟放頭啦。另外可以前置嘅就係盛世威風啦。咁但係呢場跑1200佢應該唔夠快啦。過關勇士都係會跟前嘅，咁估計呢場步速會係中等啦。好，咁我哋揀馬。第一隻要揀嘅馬係威利非凡。
上場跑泥地，失快地下慢閘而落敗嘅。咁呢個敗績咧可以抹咗佢啦。隻馬跑1200米咧，其實好準下。跑4班，有一定嘅優勢呢隻馬。咁今場咧，只要順利出閘，贏面都好高㗎。第二隻要揀嘅馬係3號快樂神驅。神操見隻馬狀態唔差啦，出腳有力。咁巴西馬嚟講，佢已經適應晒水土㗎啦。隻馬雖然仲係處女馬啦，但係表現其實唔差㗎。今場繼續唔好彩啦，都係抽翻外檔。但係霍雲星已經騎慣騎熟咗佢，次次都抽外檔㗎啦。順利埋到嚟2碟嘅話，應該繼續可以前列翻到嚟嘅。第三隻要揀嘅馬係9號大財，評分已經減到去46分，比最初贏馬嘅時候仲要低9分，已經減到過晒龍。今次抽到個3檔，形勢好跑，相信葉楚航都要交代啦呢隻馬。第四隻要揀嘅馬係6號盛世威風，今季已經贏咗2場㗎啦。上2場咧走去跑泥地1650喎，咁呢個敗績可以唔使睇啦。今次又報翻2200米，咁好幸運啦，抽到佢1檔，換翻個大師傅上去騎。如果成為半冷門，一定要留意嘅。最後一隻要揀嘅馬係4號笑必勝，神操見呢隻3歲仔咧有啲進步㗎，今次首次轉過嚟跑馬地跑啦。除埋個綁履帶，有個唔同嘅變數出現，咁佢必定會成為冷門嘅馬嚟㗎啦。值得跟進下，拖住佢啦。好，我哋重複一次，第5場要揀嘅馬係1號威利非凡、3號快樂神驅、9號大財、6號盛世威風同埋4號嘅笑必勝。好，咁啊，今日係咁多啦，記得中意我哋嘅片咧 ，like、share、subscribe， 撳埋個鐘仔，咁等我哋可以繼續冇廣告咁樣出片。咁嚟緊咧就殺科日啦，祝大家贏多啲，拜拜。